肥了。从今以后，我是许丽玲。一按多年来，村民大会全面合作，去到台湾各个总头去关心人嘅土地、人嘅环境问题。不过近几年呢，村民大会为了镜头晒到台北旁边，向下来关心你还有爱人嘅下一代嘅教育问题。讲到一个教育啊，你可能会想，先生所来教乜嘅东西，还有学生嘅伫学校当中学到乜嘅东西呢？还有另外有教育安全、教育霸凌一按多嘅问题，大家都会请关心。不过近几年呢，大家行係愛向下來關心，另外一個很值得大家向下來關注嘅就是校園毒品泛濫的這個問題。我們今天邀請非常多的來賓呢，要共同討論、聚焦討論這個現象哦。我們首先為大家介紹現場來賓，第一位是法務部的保護司副司長張雲綺副司長，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教育部學務特教司的專門委員劉家珍劉專委，大家好，大家好，很高興來參加今天的村民大會。再來是台少盟的秘書長葉大華，秘書長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葉大華。還有這位呢，是曾經也是許多人眼中的頭痛人物哦，他是姚宏吉姚牧師，牧師你好。大家好。牧師是來自基督教的晨曦會，我們今天特別邀請牧師呢，來分享他在這麼多年當中的這段吸毒的迷途哦。但是講到這邊呢，我們先來跟大家說到一個數字。曾經有一位國中的校長，他很憂心，他憂心忡忡的跟大家說，假如要算到一個大家接觸這個毒品的年紀的話，可能包含只要碰過一次 K 他命就算的話，現在恐怕有1/3的國中生、高中生都曾經碰過毒品。這樣的數字1/3聽起來駭人聽聞，聽起來真的很可怕，也看得出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而且呢，我們在這邊也要問大家哦，你的小孩放學之後在做什麼？你曾經關心嗎？我們首先透過一段影片，我們從戲劇主角他的角度來看看這個問題，現在他的狀況到底有多嚴重？原來校園泛濫、毒品泛濫的這個問題呢，遠比你我想象的還要嚴重。客家跳從古風聲言嘅原住國興大家，以透過種大客認證木下問題，同夾媽媽嘅親子關係，韓國學校同學當中仲下有眾多嘅問題，按到之前我都係懂不住，認證朋友嘅一句話，佢開始識錯嘅。不要怕啊！你看我不是好好在那叫，誰跟你說我怕啊？就安尼，其實都有面頭嘅，所以讀到唔想面對，也有馬嘅事情，你都以偏從阿天都唔做，其實會試圖來得到真實嘅通路。因為他一開始太壓抑了，然後再加上可能不知道怎麼去抒發，然後又一直很討厭這個媽媽，然後他也不想這麼做。覺得要會分辨是非是很難的一件事情，但是只要你會分辨了，其實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去碰到不好的事情，像是吸毒。做唔足夠嘅幼兒片，其實行喺高中生，上喺長少年時期，俾到做出識圖嘅戲，佢喜好天樣都可以演繹識圖嘅畫面，再個戲做出來，按你天天佢就知道當得苦。我不知道實際上會什麼樣的感覺，但是我知道看起來真的很痛苦。然後在自己演完之後，其實演的當下不知道，但是演完之後可能回到飯店啊，然後就是會手上都是傷，腳都是淤青。唔過一般嘅青少年做得個唔會有安尼嘢做戲經驗，好必要的了解識圖，行過識圖過後，知道情況渺渺茫茫，當唔錯壞。見到本來都忙事見怪事情想到嘅，唔就安尼開始識圖嘅。就是他們因為覺得說這個是他們可以控制的範圍，所以就是吃了沒有關係。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子的觀念，不知不覺中就慢慢的成癮了，自己不會知道。照教育部教育中心嘅統計，107年度學生嘅亂用藥物嘅同胞有1749人係食 K 他命，也係教研地度當中人亂用嘅藥嘅就係 K 他命，而且唔會貴有一號得到，也見到人啲學校地度是 K 他命嘅。國高中都還不是抽煙的法定年齡，只要抽煙就是吸毒的危險群。好，這是一個
很客观的现象哈，没有抽烟的人会直接跳到吸毒的非常少见。都会的学校可能会，或者是职业类的学校会比较严重一些。这统计头一摆涉及嘅平均年纪係12.5歲，也是一個成年人係懵懵懂懂冇解到問題。面對毒品，大家都係想就是100用唔用嘅，安尼嘅想法可以到後生嘅，就安尼揾毒品簡單嘅，食到有煙頭，無論是唔是都離唔開毒品。这是客家电視台的戲劇《古風少年》，其中呢，它是深入了解校園現在當中青少年他大家遇到了什麼樣問題，包含霸凌、包含吸毒，甚至校園安全等等哦。我們現場來賓呢也看到了，現在校園當中啊，真的要關心的東西真的非常的多。那我們先來看到一份數據哦，根據各縣市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統計資料，它顯示說，近年來青少年國內吸毒的人數是不斷的攀高。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數據，從100年到現在呢，每年大概都有6-7千人這麼多，居高不下。而且呢，這背後藏着什麼樣的問題在？其實在這6-7千人的後面呢，還有包含一些不為人知的黑數。這邊請教秘書長，在這個黑數的話，我們每年都不斷的查緝，不斷的去追蹤通報，但是6-7千人已經很多駭人聽聞了，可是它黑數為什麼沒有辦法掌握得到？還有黑數它背後隱藏的警訊可能是什麼？我想從這張表，它是指這個警政署哈，就是警察單位去抓的嘛，主動去查緝。但是有很多黑數，事實上是潛藏在就是沒有被通報出來。比如說，我想可能在校園內，就剛剛戲劇裡面提到了，有很多是校園內的這一些學生，那第一線的老師或是輔導人員或專業人員，是不是有這個敏感度，去知道這個學生有可能會涉入用藥的問題？秘書長，您說的敏感度是，就是說，假如說你身邊有一位同學正在，他們能判斷出來他是不是可能會有涉及到用藥這樣的狀況。那我覺得現在很大一個問題，因為現在少子化的關係，那我們發現到說有很多學校，特別是偏鄉的學校，事實上很多老師的流動率很高，所以他即使知道這個學生可能家裡有些狀況，而涉及到是用藥這個問題，可是老師已經離開了，沒有辦法去追蹤了。他就會在《古風少年》裡面其實有略提到一個代課老師這樣的角色跟掙扎嘛。那我覺得是很寫實的在反映這件事情。那另外一塊就是說，其實像現在毒品市場裡面80%都是 K 他命，那大部分使用者都是青少年或年輕人，那這是俱樂部用藥的主流。那俱樂部用藥會出現在幾個地方特定的場所，比如說轟趴，或者是說在這種摩鐵，或者是在這種所謂的夜店，或是大型的這種什麼春吶的場合，是對。那這些比較屬於這種群聚式的場合，事實上，如果警方可以比較積極去查緝，或許這個人數就對對，但是有些是封閉性的環境，你其實沒有辦法掌握。對，那他到底在裡面這邊有很多潛藏是不會去被人家發現或主動去通報的，這些都是黑數啊。所以很多時候，事實上，當你發現你周圍的青少年或學生或者是自己孩子用藥的時候，事實上第一個最 shock 的人應該是父母或老師。是。那這時候他怎麼去判斷，怎麼去通報？他可能會想的是說，我如果通報出去，他會不會抓去關？所以很多家長不了解法令，也不了解，老師也不了解法令，他到底這個孩子會涉及到什麼樣的刑責，會不會是需要涉及到什麼勒戒資源，他不了解，所以他就不敢去通報，所以這都會變成黑數。是。我們也看到這份數據，它後面藏的是吸毒年輕化這樣子的趨勢，甚至還有聽說過啊，有同學他可能國小就已經接觸毒品，開始吸毒了。我們這邊有一個數據哦，就在未成年的孩子當中呢，首次吸毒的年齡是幾歲呢？觀眾朋友，你也可以猜猜看，平均是12.5歲。那然後呢，還有平均下來17.3歲，你就會成癮了。所以這個的數字看起來非常恐怖。那還有呢？也看得出它的嚴重性，甚至是黑數，它隱藏着背後的問題這麼多。這邊也要請教我們教育部的專委哦，我們每年的春暉專案、校安通報都有一直在做。那實際上掌握到的數據跟警政署的數據是不是有一些落差？這邊我有一個統計表給各位參考一下哈，也就是說，我們如果從101年開始，以教育部來講，我們自己學校發現的跟警察發現的，我們做了一個勾稽之後。101年大概是2400多位同學，那102年降到2000，有降，是什麼原因造成它降下來？這個裡面是這樣，就是說我們過去在做學生藥物濫用防治的時候，我們的那個篩檢試劑，它主要是在1、2級毒品，
但是我们学生这几年他不是用1、2级，他换了，他现在变成是3级。我们教育部在民国79年就是开始在推整个校园的反毒工作，那个时候最严重的是安非他命，是，所以说那个时候大概我们在做筛检的时候，大概就会以1、2级毒品作为它的主要重心，对。可是慢慢现在整个改变了，现在是 K 他命，那因此我们就开始做跟卫福部做一些研究，我们就请厂商开发，就是专门去检验有关于 K 他命的这样的试剂，所以说我们会在100年、101年开始大量的采用，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数字会很多，控制住了。是。然后这里面我们还做了2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大量的调训我们教育现场的老师，我们从101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训了大概17万的老师，这个是很大规模的调训。训练他们什么呢？就是他们只要发现有关于学生毒品的部分，就是辨识毒品跟认识毒品的，就是怎么去辨识毒品，怎么去认识毒品。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教导学生怎么去拒绝毒品。所以说这个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做普遍性的尿液筛检，但是根据我们所发现的，目前大概数字是这样子哈。这边我可以再让各位看一个图片，在我们所有的药物当中里面，我们会发现高中职的学生，我们目前所查获的，包括我们发现跟警方所查获的是比较多在高中职这个部分。这边呢，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根据法务部103年查缉到最多的量，其实就是 K 他命，已经查缉到超过3300公斤这么多了。这个数字占了总查缉量的是80%那么多。那你再看看呢，第2级毒品哦，2级毒品安非他命查获的量是400多公斤而已。3000多公斤跟400多公斤，它其实比重是悬殊很大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出，现在在青少年之间，它吸食 K 他命的数量其实是非常的多的。这后面藏着青少年毒品使用泛滥的状况。这边请教副司长哦，那我们针对这些毒品查缉，甚至是要去教大家向毒品说不，我们实际上有什么样的策略跟做法呢？那查缉面的部分呢，当然我们的做法会先让毒品拒绝于境外，因为像有些我想大家看新闻都会看到说，有些可能有夹带毒品，或是私藏毒品，或是从国外进来的，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如果说结合比如说海巡署，或是海关，或是通关人员，就是入出境的那个关卡，从源头先把关，对，出去之后，毒品先不要进来。那我们再聚焦校园呢？海关的部分有这些其他的工作人员，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内的部分，对不对？那国内的部分呢，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其实从底层到上层，吸食者查获吸食者之后，可以让吸食者供出他的上手小盘供出中盘，中盘供出上盘，它的产业链，yes， 供给链。所以在法条上面有规定，就是说，如果呢是贩卖的或是吸食毒品者，你可以供出上手，那因此破获。然后查到正犯或共犯，可以减轻或免除其刑。副司长，那我们这样说好了，您觉得法务部现在在查缉的策略做法上面足够了吗？还是要再投入？应该来讲啊，哈，因为事实上就查缉毒品这一块，大家都在努力，大家也都希望说，其实能够做到，毕竟新兴毒品一直在精进中。那我们现在聚焦的是 K 他命，但是我们很难讲说，什么时候的新兴毒品会再出现？对，所以我们只能讲说，我们除了在查缉这方面，就是刚刚说的源头的部分之外，我们也做了一个，比如说了哈，我们把所有的资料建档，我们就有所谓的毒品资料库。那这边也要请教专委哦。刚刚也说到形形色色的毒品 ，K 他命的话第3级没有错，但现在呢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新闻当中也可以看到，现在 K 他命把它伪装成巧克力，伪装成糖果、果冻，各式各样。而且新兴毒品越来越多的话，青少年滥用 K 他命的状况是特别严重的。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警讯问题？应该是值得我们一定要赶快开始关注的。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现在的毒贩他们在推销这个部分，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也超乎年轻人他们的经验。比如说 K 他命，它现在是列为3级的毒品，是。那它3级毒，它只有行政法，它没有刑事法。就是他讲说，反正吸了没有罪嘛。那我们的小朋友很无知啊，反正吸了没罪，他可能 K 烟，他就吸了，他就碰到了。还有一种是误用，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现在毒品的样态很多种，它有果冻的，有糖果的，有茶包的，咖啡包等等等等的。
那他说反正他泡了之后，他讲说你就喝吧。可能以为碰了不会怎么样，不会成瘾。对他以为那个可能就是一个咖啡，或可能就是一个糖果，可能就是果冻，我就吃。他以为是吃糖果吃咖啡，但是不是，那个就是毒品。OK， 好，那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呢？未来也要在这个部分一定要好好的来加以把关，甚至是辅导，可以带领这些曾经吸毒的青少年们呢，他们可以给他一个帮助，带他一起离开这个迷途。我们接下来来倾听看看几位青少年朋友他们的内心独白。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人家就是因为好奇，然后人家在使用，然后就是让我要，就是问我要不要啦，然后我也是好奇，然后觉得说，因为学校一些就我们在讲那种。就是比较凶悍那种学生，就想要跟他们一样，他们都是吸毒啊，就想说，只要吸毒，我也可以当流氓这样，就是那种很幼稚的想法啦。在高中的时候，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台北人啊，我们有那个时候有那个海洋音乐季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活动。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去接触到大麻跟摇头丸。我是15岁的时候开始接触毒品，然后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对，那时候好奇，那接触的毒品是第一次是安非他命。我在16、17岁的时候开始吸食毒品，那一开始吸食安非他命，然后后来吸食海洛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他是15岁的时候有用过毒品嘛，那后来没有使用。那跟我在一起之后，后来毒品都是我供应他使用的。我自己就是在青少年时期到毒品的，对，那是因为同侪的关系啊。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跟他们一起使用，因为我好像就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会被排挤啊，所以他们在用我就跟着用这样子。16岁的时候开始吸毒，那时候是在读书，然后同学都说吸安非他命很爽，然后我没有吸过啊，所以就想要试试看。就一吸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好像还不错，都很精神都很好，很兴奋。但是久了之后，就整天都在追毒品，然后渐渐的就没有办法读书了，然后就辍学，就在外面混这样子。我们也听到有些人就是说想要试试看，因为好奇心，甚至有朋友呢，他是一个揪一个开始。把大家带上这条路，我们来看到有高达70%的青少年，他们可能是因为好奇想要试试看。那还有呢，其他的为了想要放松舒压，因为可能在青少年阶段课业压力，还有其他家庭压力、同侪压力使然，想要放松一下，结果不小心尝试到了，甚至13%是因为朋友的关系来接触的，还有因为想要娱乐助兴。我们也刚刚听到有青少年他们说，就是因为在大型的一些活动，比方说海洋音乐季，甚至是春吶其他的活动。因为朋友的关系，甚至有一些用诱导他的方式，让他去食用接触到的毒品。这边请教牧师哦，过去，我看到您的吸毒过去是20年，曾经进出监狱6次，吸毒10年坐牢。那当初您是怎么样的状况接触了，然后后来怎么样脱离了这个苦海呢？我是生长在一个类似贫民区的一个地方。那在那个贫民区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说讲脏话啦、抽烟啦、喝酒啦、环境的关系，对，是，那里面包括都有吸毒，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呢，就看那些大哥哥在玩，其实也是蛮好奇的。是，就像刚刚有人说，他在用，我也想要试试看，没试过嘛，对，所以也是好奇心的关系。对，好奇心，然后到读国中的时候，就在同侪的一个压力之下，就尝试了吸强力胶。那个时候是好奇好玩，然后吃迷幻药。直到呢有一天呢，我被学校退学。后来呢，就是到我吸毒吸到呢，都已经产生幻听幻觉。后来就从这样毒品就速速康啦、安非他命啦，然后到海洛因啦。那直到呢精神都出了问题之后呢，家人把我送到精神医院里面去。那送到精神医院里面去，他们就在想，出来又能怎么办？关也戒不了，医院也戒不了。那刚好就看到一个报道，说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能够帮人家戒毒，所以才来到晨曦会呢。是。那假如说我们希望他可以走出来，我们除了陪伴之外，还有什么资源是应该要投入进来的？基本上我们是用信仰来帮助他，用基督教信仰来帮助他。
所以我们在里面就是用信仰的方式，来辅导他。那希望他能够以后在生活当中能够把信仰落入在建立起来，生活当中。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的父母亲呢，也能够一起来帮助这个小孩子，因为有些时候都已经放弃了，那我们会从这个当中做协调的工作，做沟通的工作，让他们家人也能够放心一起参与，对，一起参与，那继续的接纳。谢谢牧师。那秘书长，假如说刚牧师提到有很多家长可能是采取放弃的政策，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还是说应该实际上要从哪一个部分是最关键的投入来去挹注这样子的反毒？你看这些吸毒的孩子，事实上他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在一般生活上或学习上或家庭上的一些挫折，所以我们应该降低他们的挫折感。所以你要降低挫折感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学校的教育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针对这些比较学习成就比较不好的学生，我们有没有更多的这样的辅导资源或多元的课程可以来协助他们？那现在当然教育部现在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支持说在家自学的学生，就是他没有办法融合到现在主流教育的时候，他可能会中辍或中离。那当他中辍中离的时候，我们讲中离生就是说12年国教之后高中职这个阶段，高1、高2就中辍了。但是这个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黑数，就是说他们离开学校在家里这一块有没有一些辅导式的资源可以来协助？比如说他们可以在没有回学校的这个阶段，能不能辅导他们去找工作、去做职业训练？这也是一个方式啊，帮他找到未来自己的一个一技之长或方向。对。那另一部分是说，也有一些我知道教育部他们也在针对这些已经有用药的成瘾的学生，他们带他们去做户外体验教育，做这种所谓的 PA 的活动。那事实上就是带他们去爬山，然后一个很长段的时间，让他们就是某方面来说也是转移他的注意力，对，就是让他有一些把他的好奇心转移到一些比较正向的方向去探索他自己，找到自己的能力，那他就不会因为这些挫折感的挫败，然后就有这些负面的力量来吸引他去，就因为好奇去接触到走到其他的路了。所以我觉得终究还是要回到说，怎么帮助孩子更能够去找到他自己的认同的目标。那不一定是在课业上，他有可能是在将来他要发展的职场上。另一部分我觉得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是说有很多吸毒的孩子是因为家长根本没有在身边陪伴，或者隔代教养。那这个状况下，其实更需要一些社会的这些青少年团体或公民团体来协助。那当然，这个也考验到政府本身在福利的资源上，基本上很少是投入在青少年这一块，大部分都是仰赖教育体系。可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现在教育体系其实事实上有很多的问题，它不只要处理吸毒的问题，它有霸凌啊、性侵啊，太多校安事件要处理，对，所以老师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一环，所以我们才一直要求说，专业辅导人力，包括学校社工，包括心理辅导諮商人力，应该要更多元的去进驻到学校。那以现在的这些统计数据来看，现在最缺乏的是反而是高中职这一端，他们的辅导人力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在国中以下都已经有大概有这个学校社工的配置，有这个辅导室人力的充实。对，那大专以上也还好，就只有在高中职这端，事实上是一个等于是一个中空地带。所以我一直这几年也在倡导说，教育部其实应该要更重视高中职这一端这种所谓的少年辅导人力，否则这个窗口它只要露出来了，很容易就恶魔就跑进来了。对，就没有人可以 hold 住他们嘛。对，这边专委我想先请教一下，像我们看到好多，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青少年他接触毒品了，可是他在这个之前，他知道可能碰毒品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嘛？比方说身心上面，甚至是未来更长远之后，我们先提到说他们知道吗？对，这就是我们目前在推反毒教育里面，尤其对学生这个部分，我们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让学生了解他使用毒品之后的危害是怎样。所以像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他是知道了，而还因为好奇去碰，还是说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去接触？他有些是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推拒毒的技巧。这边我们特别做了一个根据青少年朋友他们的用他们的语言，我们什么？我们叫做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就是拒毒的八看起来好像很厉害。那这里面就是说，教导我们小朋友，你碰到毒品的时候，你怎么去拒绝它？
勇敢说出来。例如呢，我们大家从小就一直被教育说要勇敢说不，那实际上好奇了怎么说不啊？那比如说你同学给你毒品，你不好意思拒绝啊，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去找个借口说，哎，我今天突然有什么事情？哎呦，今天我妈妈过生日，我要回家了。你就脱离那个现场，转移目标或转移焦点。或者是你就告诉他说，这个毒品是不好的，是违法的，它是对身体有害的。你也可以用这样子跟对方去。所以这也是我们加强宣导，要让大家去知道说这个的严重性在哪里。对，这是我们讲，尤其是缉毒技巧的部分，就是让小朋友说碰到这个东西，他知道怎么样去拒绝它。这是我们目前在做教育宣传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这样子。谢谢庄委哦。我们说到这边呢，很多人或许是知道，但因为好奇，或者是因为不知道被引诱，或者说因为朋友的关系、其他的关系来去接触了毒，甚至是接触了 K 他命，从此走上了这段路。但实际上呢，医生怎么说？我们现在听听看。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村民大会现场。好，第一个就是膀胱，膀胱会反复的发炎，最后纤维化，就膀胱会缩得很小，然后一有小便就会很痛，又胀又痛，甚至会血尿。好，那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症状。好，那最后可能就只有这个，现在也没有医疗可以换膀胱嘛，就叫膀胱重建，好，用小肠啊。那第二个，现在越来越多发现是 K 他命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脑部，好，造成类似像忧郁症或者类似像精神分裂，好，很多疑啊，疑神疑鬼，会有妄想这些症状。那长期来讲，共通的问题是认知功能的退化，他的注意力会下降。记忆力会下降，然后对于这个规划的能力啊，或者我们讲的说一个人的他的企图心，好，他对未来的期盼，他对未来的这个梦想这些都不要了，好，就有点像是一个行尸走肉，就是每天就会影响他们的使用。欢迎从前继续转到村民台北嘅讨论现场。刚刚呢，松给团还没看到哎，医生他说，其实呢，你碰到毒品，甚至碰到 K 他命，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身体的影响、心理的影响，甚至是长远的影响。我们就来看到这张图哦，拉 K 时尿布一事。假如有碰到这样的状况的话，你来想想看这样的重要性好了，你会造成一些膀胱的后遗症，轻微的可能血尿。小便的时候会疼痛，甚至是频尿。再来严重一点呢，你的后遗症可能就会更严重一点，会导致膀胱会纤维化，你需要去包尿布。甚至呢，也有人说他到最后非常后期严重的时候，他是5分钟就必须要去跑一次厕所，甚至还有女生，她时常要背一个包包，包包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是她的尿袋。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等于说它的嚇阻性是最足够的嘛？假如说宣传，让大家去知道拉 K 一时尿布一事的话，大家会怕吗？庄委，其实吸食毒品它对于肝脏、肾脏都有影响。还有就是你的那整个脑神经的部分，它会有影响的，比如说幻听、幻觉啊等等，或记忆力减退啊等等的。它对身体健康是相当危害的。是。对身体这么样的危害，可是这项毒品还是在校园当中非常的泛滥。原因有什么呢？有可能是因为它方便取得，像刚才有人说，旁边有朋友就在问他要不要使用。还有呢，因为它的可能价格相对比较便宜。你来看到它的1公克的 K 他命，它可以自己来做成，有人自己来开始做成 K 烟，甚至一支 K 烟呢，想要买它好像不用花费很多的钱。所以是不是有人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走上了这条偏路？你看到便宜，所以导致它泛滥的原因。那这边呢，请教牧师，我们也是像您刚刚也说，其实它真的很便宜，它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像大家自己要做这样子的烟。反正他要吸毒，他还是要花钱嘛。CK 他们他要花钱嘛，然后他可能就会分给别人啊，就卖给别人啊，就来满足他自己。卖给别人，开始要找下线，然后要赚钱，对不对？对，所以在学校就有这样一个情况嘛。所以，那秘书长，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你看他现在取得的对象包含毒贩、朋友、其他的，然后取得地点有将近60%是娱乐场所。刚刚我们说到，可能在摩铁啊、KTV、其他大型场合，甚至路边朋友都有这样的严重性。原来他这么容易取得，是不是造成他这么严重的原因？您觉得应该还要从哪里来防堵呢？那这部分当然警方会是个查缉重点。可是如果今天能够多做一点教育宣导，是透过跟这些业者
要求他们要有一些配合的措施。例如怎么样配合呢？比如说他至少要在他的周围环境上，他要去有很明显的去标示说，不能有这个就是毒品的贩卖行为，或者是给一些资讯。好，那另一部分我觉得是说，有一些现在我知道好像是法务部还是有些地方政府的卫生局，像桃园，他们就曾经很积极的进入这些这种所谓夜店去做宣导，加强然后另一部分是说有一些是做这种，有一些是曾经吸毒的人，他们就变成是熟悉那样的人际网络，他们就会透过它变成是他们的这个宣导的宗旨。副市长，我们路边竟然也有29.8%的人是从路边拿到的。像刚刚秘书长提到，是不是未来在这些地方加强查核？我们目前有这样做吗？那针对于娱乐场所路边或是朋友取得的这些区块，我们现在是让各地的毒防中心，他们可以去发展一个在地化的一个反毒的一个策略。比如说，他们可以去分析他们的这个区、这个乡间，它到底是哪个地方是热点、是热区？热点，对，也就是说，警察最容易在哪个地方查获？是。那如果是路边，到底是哪一个路块？去哪个区块，或是怎么样？所以要去做地方的分析，那每个地方就会不一样了。对，因为我觉得城乡有差距，有些地方是因为夜店多、娱乐场所多，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是在娱乐场所里面或者在附近。那有些是在路边，那都不一定。其实法务部在做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这个修法这一块，有把娱乐场所这一块纳入，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可以，让特定的营业场所有一个场所通报的责任。他会希望说，其实。当然，就像刚刚秘书长讲的，有一些店家其实他们也是很有责任感，他们也希望说，小朋友就是说父母让小朋友到，比如说 KTV 或干嘛，他们也希望说他们那个场所是没有所谓安全的，不会有其他的诱惑的。所以我们在修法的方向会倾向于说，先让这些场所营业人他可以去受训，那知道说，怎么样的情形看出来，可以知道说他可能有使用毒品的倾向，那有可能会有。哪一些蛛丝马迹？那如果发现这个东西的话，要通报，就是课予场所的一个营业人的一个责任。这个部分我们在朝修法的方向，因为我们也觉得说反毒。那缉毒、查缉毒品这个东西其实是全民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到为什么很多人他就因此而聊 Loki 呢？是不是因为他的行政罚原来施用 K 他命，好像认为大家有一个迷思，不会坐牢，不会怎么样，甚至是行政罚，罚锾，甚至是参加讲习，这样就好了。造成大家很容易就去接触，那实际呢才轻忽了他的这个原来后面的身心危害，甚至后端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很多人他是很想要把毒戒掉的，我们来听听看其他人的说法。石板前正係比苗栗街道村的一條好嘢，大家同下倉車板過，這類簡簡單單又自用嘅板村，對家頭嚟講，也係我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喺街頭村度，家頭你哋過到清簡單，啲下搭配肉雞翼、肉豬胃，還有種菜，你哋過到當規律，希望啲下會記得是同個念頭。我念到高中2年級而已，然後後面我出了社會之後。我跟着老闆也是吸毒的，然後全部整間公司都在吸毒。我後面有這種想法，就是我可能跳脫不開這個生活，我甚至不知道說沒有毒品的日子是什麼樣子的。到這邊我學會了說，原來沒有吸毒的日子我可以這樣過。繞了很多年，那也包括我也去精神科的醫院拿過藥看診，可是也換環境，可是始終都沒有辦法脫離這樣子的狀況。後來才輾轉的來到晨曦會的。來到苗栗街道村的一條好嘢，無論係自家上愛，也唔係自家上愛來嘅，都會啲下成班人班。我用宗教信仰、韓國牧師同教會一盤向下批定咧。家頭日今日親重空間，你親重行長路的自家。學習其實來這裡是我覺得是戒心毒吧，對，因為身體的毒幾個禮拜就退掉了，然後就是來這裡也是就是可以學，就是改變新的人生。
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吸毒者是完全的全人的破坏。那个新毒啊，我们都把它拔出来，不是只是在帮助他们戒掉新毒而已，这才能够一劳永逸的。一到戒毒嘅日，就係現正前港調度行喺嗰喐喐嘅上位室，故就建議戒毒，要調整出咩尋日毒品嘅事業度好去，有揾人本人面臨戒毒，行喺都唔掉，故所就去戒次數地度戒毒。K 他命，對，所以自己也好奇，我勒戒完了之後再出去再執行，再進來執行變受刑人，因為他第一次是只有第一次是初犯的時候是勒戒。再来的时候就是判徒刑。对，一开始先进来勒戒，然后后来就是我说，就是因为还是就是朋友，就是还是那些朋友嘛，然后就是我们还是会跑去就是找他们一起就是吸食那些 K 他命啊，有的没的，对，然后就变成说又被抓。一堂音樂課程係新疆戒治所特別為啲亞戒毒嘅人設計嘅，我用音樂來輔導戒毒嘅心，未同戒毒簽到安備，希望戒毒有機會離開毒品。他們在戒毒過程當中，他們常過度輕忽了這個成癮的嚴重度。他們總覺得，我只要有心有決心就好了。對，那他們往往會低估了，也會罔顧一些科學的事實，這樣子，他們總覺得他們還是一個很正常的人。其實很多人對於這個戒毒這個問題，有時候都會抱得比較樂觀啦。可是真的只有動機跟決心還是不夠的。那所以他自己本身，他一定要有一些觀念上的轉變，然後有一些技巧上的學習，然後還有就是他的周遭的家人朋友共同的支持。國外戒毒哪有按改，將意思識毒嘅人自家戒絕對唔得。外部抗議，親戚朋友韓國沙片態中，腳下本戒毒力量韓國關係，韓下從有為係我用正面嘅態度去看戒毒。看到這麼多人呢，他是極力想要脫離這樣的迷途，但是呢，有人說到吸毒一時，你需要戒毒一世，還有這個心癮其實是最難戒的。當中你需要親友的支持，還有面對壓力的時候，你要怎麼排解？甚至我們剛剛在影片當中看到，其實他需要追求的是一個正常的作息，讓大家有固定的一個焦點。那這邊請教牧師哦，我們這邊呢，通常幫助大家戒心癮的方式，是不是最難的？其實對我們來講，對戒毒來講是一輩子的事情。一輩子的。對對，那我們晨曦會呢是1年半，那1年半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就是幫助你戒掉身體的毒。1年半是怎麼樣界定出來？還是說1年半它就可以戒掉、戒除？哦，那我們的1年半是有分4期，就是你剛進來的時候，就是在身體上啊，你會痛苦嘛，啊，你對這個環境也陌生嘛。是身癮的部分，對不對？對對對，就是先幫助他把身體先康復起來，哦，那讓他適應這個環境，哦，那然後呢，我們再幫助他去認識這個信仰，然後後面我們再幫助他呢，將信仰呢落入在生活當中。那後面我們再幫助他做一些生涯規劃。那對我們來講呢，我們就是靠着這樣一個宗教信仰呢，來幫助我們裡面的心毒。那比如說，或許我在外面的時候，我是想。當我想要去吸毒的時候，我會想說啊，反正沒有人看到，那我吸一次也沒有人，應該不會怎麼樣，也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知道我吸毒。可是有這個信仰的時候，你可能有不同的一個想法，至少可能會有一個中心思想，會導正你不要再聊落去啊。會想說啊，還有一位上帝知道，還有說這個信仰也教導我們不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對對對對對對。副市長，我們有其他的課程也是在推這樣子的輔導大家戒毒。應該是說在法律上嘛，因為我們如果說第一次，剛剛影片也有提到，第一次使用毒品，我們是給他觀察勒戒，那法律規定是不超過2個月。那在2個月的期間內，我們是判斷就是他有沒有成癮。
那有没有戒断症状？如果有的话，就会去强制戒治。那强制戒治原则上是6个月，但是不超过1年。在这段期间之内，戒治所他就会安排，比如说他先会让他有正确的防毒的概念，让他有正确的知识。让他正确的知识之外呢，他还要有心理辅导，就是先要让他知道如何拒毒，如何万一以后出去的时候抗拒，对，然后再加上他要让他学习。之后出去之后如何复归社会，所以他会有一些课程。那我知道像有一些会有所谓的正念班，那有些有园艺课程。那其实就是要希望说他可以有正当的休闲活动，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作息，然后或者是说给他一技之长，是让他出了社会之后，他可以跟社会做衔接，重新接上轨道。那现在他们也加强了一块，就是家庭支持。他的那个对象已经不单纯说就是所谓的个案本身，他还要有家属，就是家庭，因为他知道说，其实有一些人出去，如果有家人的陪伴，那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把家人的这一块也拉进来，那告诉家人说，其实不要放弃他们还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从各种的班别、各种的需求，从这个人。他会知道说，他先去判断一下，说评估一下，说这个人为什么他会吸毒，他的原因在哪，他的动机出发点在哪，然后因为像戒治所，他就会有引进所谓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咨商师、社工师等等，然后来去做进一步的适合他的处理方式。OK， 要选到一个适合他的方式，让他把毒戒掉。还有其他的朋友他们怎么说？最重要是家人陪伴。因为家人对你不放弃嘛，不离不弃，那陪伴你啊。那当然在最后是信仰帮助我。我觉得我个性比较自卑，我也会很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但是因为我在晨曦会接受信仰之后，我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保护着我。那我有什么，比如说我不愉快的事情，我可以有牧师啊，有一些牧者可以跟我分享，开导我。家人，当然家人的支持也是我改变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对，因为很多家人都其实都还蛮关心的，对，我不想让他们难过。爱吧，然后我觉得最重要也是家人的陪伴。今天若不是我们家人这样不离不弃，其实要来晨曦会之前，妈妈就一直用各种方法来帮助我戒毒。对，然后最后就是因为没办法了，才寻找我这个朋友，然后透过网络才得知晨曦会这样。那事实上，我觉得戒毒很需要是一个很持之以恒的一个生活康复的一种计划。那个东西其实是，单靠一个人的努力其实是不太够的。他其实是需要家人或者是一些社会资源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在旁边常常去提醒他，然后给他一些提醒，然后再慢慢就是做一些修正。这样的方式之下呢，其实戒毒成功几率是会比较高的。最重要的还是他所周遭的家人，可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吸毒的污名化，所以有时候家人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然后对于他的不断的在复发，家人有时候也会感到很气馁，然后也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所以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还有家人，大家的观念上要先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然后避免把这个吸毒的问题把它污名化，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它跟协助他。陪伴他，协助他，让他一起脱离这段迷途。还有呢，这是在感情面向，其他在法律面向，曾经也非常多人来讨论过。现在 K 他命是属于3级毒品，我们来看到这个数据哦。目前青少年滥用最多的，我们一再强调是 K 他命，55.2%。再来呢，依次安非他命、摇头丸、大麻、FM2。现在 K 他命它是列为第3级的毒品。曾经呢，就有立法院多次的讨论说。K 他命到底需不需要从3级毒品呢，把它提高，改列成2级毒品，跟安非他命、大麻、摇头丸一样，这样子有没有起到它的2组作用呢？秘书长您怎么看？你觉得有可能吗？把它变严重一点，大家就会害怕。变成2级当然就刑法嘛，对不对？就是强制他一定要这个入监，然后要强制矫治跟勒戒。那我以我亲身接触过的一些青少年吸毒的例子，就是说，即使他今天是用了2级毒品进去后，事实上他也是有一个旋转门效应啊，就是他如果今天真的是新毒没有去处理他，家人也没有够支持，或他的社会支持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其实他再犯再回去。
事实上这个几率也是高的。所以当然，我觉得未成年这块其实是我们要特别去考虑，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是已经签署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啊，那他们也非常在少年司法这一端也非常强调，就是说青少年这个族群，他是有身份罪的一些问题。身份罪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因为他未成年的关系，所以他的行为会特别被放大。虽然他的刑罚上是比较低的，可他会有更容易带有歧视跟污名。就诚如刚刚影片上，对，就刚刚影片上那一位最后那一位女士在讲，就是说，其实吸毒者本身他有一个很困难的部分，事实上是说怎么跟家庭和解。家人才能够变成他的支持，因为他们在真的到后来到戒毒村，我相信他们已经伤害家人、伤害周围的人很多了。所以事实上，家人能不能成为他们的支持体系，事实上是个很高难度的挑战。所以像讲回来说，如果今天你把这么大量的青少年变成刑罚化，变成2级。问题仍然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等于是说，大家触法之后马上就去乐戒了。其实家里的功能跟他在学校的一些状况，就已经有一些状况了。所以你今天把这么大量、这么多在吸毒的2级的、3级的这些 K 他命的青少年，变成只是焦点转移而已，问题并没有。那另一部分就是政府的资源体系有没有到位？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他还是继续在旋转门效应。或许他在监所里面更容易去接触到更大咖的。更容易的药头，我们遇到有很多是这个状况，所以讲回来就是说，我觉得一定都会有新兴的毒品一直出现。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说，政府单位应该是说，在这个毒品的这个资料库，或者是说这个研究上，应该要多加强投资这一块。然后另一部分就是说，我觉得今天虽然刚听到专委在讲，都要训了17万的老师在做这个培训，可是的确在实务上，我们看到也仍然有很多专业人员或者是社工或老师，事实上是还是不吃很清楚，他应该要怎么扮演好这个协助的角色。一个部分是没有信心，另一部分是社会上整个氛围会对于吸毒的人，他的确有很高的一个标签，会把他当成先是罪犯来看，所以事实上放弃的比例会比较高，或者觉得干脆把他就是入监去服刑就算了。但事实上，在青少年这段，我仍然认为教育还是辅导措施是比较必要的。因为还有请教副司长，我们过去针对3级要把它改列2级，您刚刚说开会开了8次，结果呢已经开了好多年，有成果吗？大家的讨论，大家 care 的点是什么？其实因为现在的毒品分级，我们国内现在的状况是有一个毒品审议委员会，他会邀请专家学者，里面有卫政、社政、教育。那还有精神科医生，各方面的人才都有。那他们当时就讨论到的，其实最主要的点就是在于说，因为我国1、2级毒品跟3、4级毒品的处遇方式不一样。1、2级毒品就是观察勒戒、强制戒治、进监所，这边是比较。然后3、4级，因为我们的毒品分级是从它的成瘾性是，然后社会危害性还有滥用性来看。那一般来说，1、2级的话，它的成瘾性比较高。那K 他命会一直就是讨论到这一块，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其实它的成瘾性很高，以为它的成瘾性很高。可是事实上呢，从国外的学者或是研究报告可以看得出来，其实 K 他命它的成瘾是新瘾，不是生瘾。就是刚刚说的，生瘾很好戒，但是新瘾一辈子很辛苦。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1、2级，就放到2级去。他只是去观察勒戒，去强制戒治。他的新瘾呢？他的新瘾出来还是一样。那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3级变到2级这个东西是一个讨论区块，但是你要看整个政策方向你要怎么走。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后来新瘾的这一块，行政院有一个有我无毒反毒总动员的方案，他就希望说在戒瘾这一块、新瘾的这一块，它可以用到其他的方式来做解决，比如说。因为3级毒品现在是罚锾加上上课，是行政罚对，然后上课的部分呢，就希望说他的课程可以多元化，可以让一般的民众知道说毒害到底是什么，就至少说他可以有一般的卫教知识，那再来可以让那个上课有它的效果，那所以要分重分龄，所以这一块就是要可能请卫福，因为我们是地方的毒防中心，他们。去处理这一块的，就是上课的这一块，所以除了卫教的部分，上课，那还有我们会希望说可以提高那个戒瘾服务，就是医疗院所，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他真的有新瘾，他可以找到什么样的管道去寻求协助。可以去帮忙。那再加还有一点，其实我们也有加重
那个贩卖毒品，就是供给者的刑度，是像提供的药头，对，就是制造、贩卖、运输。我们在104年的时候认为说，其实吸食者，吸用，像我刚刚说的，查缉就我们分成2块来看。那现在的话，就是认为供给毒品的人，他可以提高的刑度，像现在修法的程度是说。3级毒品的部分是7年，那4级毒品的时候是5年到12年，所以他把贩卖者的刑度提高，希望可以遏制这些不要提供，对，因为这个都是持有或者像这个施用，然后持有、引诱、施用的，我们讲的是贩卖，特别是贩卖或是转让，他把他的刑度提高，那希望说希望可以起一个遏阻的作用。对，因为他的希望说，其实你如果供给面就是供给面上面，你可以减缓抑制。那施用面上面就是新颖的部分，可以双管齐下来做解决。那也希望说，当然教育部这块有所谓的3级预防，可以再加进来。其实他会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比就直接把 K 他命升级到2级，会有它的功效在。那当然，因为这个行政院的这个方案是104年才在推广，那我们也希望说横向的联系上面可以各部会，因为毕竟这个动员到的是教育部、卫福部，那劳动署的部分可能就是就业上的需求，那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大家一起多管齐下，因为像儿福联盟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民间团体、戒瘾的机构，我们都会希望说，大家就是可以奉献他自己。可以影响社会的力量，我相信是有的啦。秘书长这边应该是有的啦哈。好，那最后呢，请教专委，假如说现在这样多管齐下，民间然后官方大家一起来做的话，您觉得还有哪一边是非常迫切要去做的？对，我们讲说青少年学生哈，他的可塑性是比较它是很大的可塑性，不管是往正向的，或者是讲说一些过犯行为的一些处理。那目前来讲，我们教育体系很努力在做。但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家庭方面的联系，这是我们特别为了。这是一个联络部吗？不是联络部，就是我们提供了用药学生的家长的一个手册。啊，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当家长发现他的孩子有吸毒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很恐慌。那我们这特别提供这个手册，就让他去了解说，我的孩子吸毒之后，我有哪些资源的系统可以来帮忙协助的。这时候在这个手册里面，我们特别有这个制作出来。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用药之后，很重要的是家庭的部分。我们现在在推反毒教育的时候，我们会跟社区、跟家庭去做结合。我们希望说能够。至少他只要有家庭功能还有功能的这些孩子，他可以透过家长的一些协助里面，把他从那些不好的行为里面把它扭过来。这是我们目前在推的。OK， 所以也像秘书长，我要请教，像大家都知道家暴现在要打113，可是只要遇到吸毒呢，我身边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大家好像比较不知道说要寻求哪一个管道，这个是不是比较迫切？然后未来教育。多管齐下，真的要去宣导的地方，不然大家就没错。我发现了，我旁边有人在吸毒，结果不知道要怎么帮忙他。对，我想就是讲回来，前面其实也有提到嘛，就卫政部门、卫福部门有他们自己的预防宣导的体系，那教育部有紫锥花，好，那法务部有这个无毒家园，哈，就是都推了各个系统都已经推了很久。那我是认为说，基本上有这一些政策沟通平台，应该好好去整合。就这一些诉求当然都很好，有不同的分众的诉求，但是的确要统整出一个真的像113这样的专线，它的确打过去之后，后面大家是知道直接应该要怎么做的。然后后面它可以转。那我知道现在大家一般的人可能就会直接打1999哦，1999市民专线，对对对，但他真的没有那么强烈的去知道说，如果真的是他要去通报有人吸毒，像您刚刚说的专业性，还有说对培训了这么多资源，他有没有到位？可不可以协助去寻求管道？这才是重要的。就像刚刚其实专委有提到，现在教育部有做这个，我觉得很好，因为家长这一块是很重要，要推。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这个节目，或许就不知道。因为他的对象就是那些真的是小孩子自己有涉及到染毒的问题，他才会接触到这个资源。但我认为说，这种大众传媒，他应该多多的去倡导或宣导
这些资讯出来。那有个专线当然是最快可以整合，但最重要是专线出来之后，后面这些讯息怎么样传达到各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大家每个环节要够到位。对。那另一部分我真的觉得专业人力的知能的养成，这个是当务之急啦。教育部当然现在已经调训这么多老师，我觉得另外也不要忽略，就像卫福部门，他们真的要针对自己的社工体系或者是心理咨商辅导体系。那另外就是法务部门，对不对？司法人员，或是说像医疗院所的从业人员、公卫护士这一端，基本上他们都有在做这样的宣导。可是可能对于新兴的毒品、青少年用药的一些状况跟特质，可能这一块需要还在加强。我们也提供大家一些多关心、多陪伴你的小孩，尤其是你的小孩在放学之后，甚至课余时间，多关心他吧。只要发现他心情上面有一些躁郁的情况，甚至是还没有回家、翘课翘家，甚至缺钱打工、吸烟、喝酒，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多多关心他，多多去慰问他一下，甚至呢还可以从其他的方式，比方说你去闻闻看，因为像吸食 K 他命嘛，他身上会有一些味道，有些人会去喷香水，发现你的小孩假如说有奇怪的其他比较非正常，或者说跟平常比较不一样的时候，多多关心他，多多陪伴他，我们一起帮助他走出这段迷途。也俾喺全面睇飛，非常感謝用心嘅收看，再飛。